一顆美麗的心，人們會發現，不是用眼睛，是用他們的心。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 Love Kit 同我崇拜，好開心可以同大家一齊崇拜啊！等我哋喺崇拜之前一齊向神祈禱啊！親愛嘅天父，感謝讚美你，你係滿有恩典憐憫嘅神。聖經話耶和華有恩惠，有憐憫，不輕易發怒，大有慈愛。你向我哋施恩不斷，使我哋可以時刻緊靠你。我哋要嚟讚頌你嘅慈愛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小朋友仲記得之前提及一位書念婦人，佢為以利沙蓋咗一間有牆嘅小閣，又準備生活所需同埋飯菜，讓以利沙可以喺佢嘅屋企裏面休息同埋食飯。神欣賞佢所做嘅一切，所以恩待佢，賜俾佢一個兒子。後嚟呢個兒子死咗，神藉以利沙叫佢復活。我哋一齊進入聖經課，繼續睇睇，呢位不斷得到神恩典嘅書念婦人又有啲咩經歷啦。